上收看《后生太上宫》，日本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涂世忠中國強款嚟到後生人大賽股，年度第2019年嘅時要建大學，短時間都是有40學生結束自己嘅生命。呢專家嘛分析，台灣一年要付出1500億套物資進東航嘅代價，呢年嚟面對負面情緒嘅時，到底按樣順來處理，將咪本負面情緒嚟牽緊走咧。今日邀請6屆後生人，加大家來分享今年管理情緒嘅方法，共享分享。之前老師介紹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非常容易上當到有動物安全感嘅阿子怡。天意老師介紹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唔學拼音講牙，韓國唔學拼音弄嘅李家哥哥。第三集老師介紹係英子。大家好，我係東江拼音面線，唔過自家咩東面線嘅英子。第四集老師介紹白劍啊。大家好，我係當接上讓我自家嘅情緒控到地步度吼，唔過吼把傷痛留給自己的人。第五集老師介紹係阿葉妹。大家好，我係董浩凱，因為一集控制口嘅阿葉妹。有最尾老師介紹慧卿啊。大家好，我係當用日本通訊嘅演講香港慧卿啊。當用日本通訊演講，唔過我講吼，見邊嘅負能量強強。太加入來，竟然怪變成抱怨大會、發牢騷大會，安樣係唔好。所以見邊嘅反應就係最親火力、最親切、最頂一隻、最專業嘅彭尚順彭先生。彭尚順先生。今日所有嘅問題，彭先生就係教大家來解決大家的疑難雜症，所有情緒等方嘅問題，就係問彭先生。呢個網方面有統計到嗬，2018年嘅台灣有3萬人件嘅自殺嘅同胞記錄，其中比例最高嘅係後生人。所以後生可能到呢個時代度，面對當代嘅負面情緒，結果自家無法度來處理。唔過呢下細問題講，你遇到哪一條事情嘅時陣，最接什麼有呢條嘅負面嘅情緒阿自己。我睇到我有負面情緒係啲做些嘅垃垃雜雜嘅事情當紅，咁其實大部分我佢冇安全感，係留下唔熟悉嘅人向下做些，那係留下唔熟悉嘅人向下做些嘅時候，我就會。他緊張，會非常要緊對方攏係講嘅話，那些對方攏係講話有對一種有對責備嘅話，我就會想係唔係對方冇中意我，係唔係我又講唔錯話，我嘅態度唔對，係我嘅表現下唔好，我就會非常嘅要緊，會搞我有對本人排擠嘅感覺咧。咁你敢知道你做那條事情嘅時候會有負面嘅情緒，一個遇到那條事情？係，大家都知道，我就係一個氣質嘅細條嘅，你問我細條嘅咧，因為我讀好自由，唔好聽人講我。韓國古時呢，我哋氣質啲哪？寬出啲，係嘛？完全冇。哦，因為從點就係呢，人哋嘅時節嘅情緒唔好呢，就會嗌都市謠嘅時節，尤其係啲嗌動橋啊、動聽嘅時節，又都市謠，又容易咧弄哦，真係嗌會大發雷霆哎呦，嘿，因為我知道都市謠嘅時節啊，真係有場時都容易騙人哋嘛。韓國啊，都是啊，都市空的嘛，有場時啊，你去大天發掌握下說，阿爸阿妹有東西好什麼啊？佢就講，哦有哦，你做啲掌握下食啦，哦懂東西食咯。結果呢，我掌握下去嘅時間，你有乜嘅東西食嘛？泡麵哦，泡麵都好吃，買個東西完全沒一個像樣的東西，真面啊！一買泡麵聽啊，那時候跟我去噶出去買就好呀，這麼個老外講，我還有東西食呢，你知嘛？有做啲 TV，其實人哋你做啲 TV，相信上太夫你都市有嘅時，真因為情緒還唔好觸摸啊。係啊。係叫用夾啥？嗰啲人嘅基本生理需求，都市要是要想食東西啊，有好東西食，心情更加好。但是像佢講啊，心情唔好，你咪會當想要食東西。係啊。你心情唔好是當焦慮，係嘛？會食較唔好嘅東西，甜嘅東西，哦，垃圾食物啦，油炸、火嘅東西。係啊，像你會食鹽，會食酒，食檳榔，咁咪食東西啊。心情唔好，往往會침략，即可能。食冇健康嘅東西，所以要注意。佢認真沒空用係安尼。係呢，我心情啦，不要自摸咧，不好說，沒有。其實我
的黑呢，就会讲度四爻嘅時節就會心情唔好啦。韓國人係水強同你家強用，就會永遠同係面面鮮鮮。啊咩愛啊我遇到一件事情，結果一直同人念到我嘅耳講就會快踢你啊。韓國哦，因為我氣感要動好念，我水腦就會叫做啊唔念踢嘅我念乜嘅腦。奇怪呢，就全部都分講出嚟啊！係啊。你嘛意思？意思就是講我留台詞本佢講啦。他爸係有講咩？我搖大搖對，啊唔知咁樣得，我有蠻對呢。你是打路機。不過自己撈太太講，加太太講，要東因為講寫這樣垃圾的東西，儘管唔好一些，不過經濟研究哦，其實我們在吃的垃圾食物都，該用行為行動，動鬆動跳，不過結束過後，你敢稱體重嗎？你講結束過後，你會面對回去啊，抽兵啊，吃了800塊的麥當勞那種感覺，800塊是真的有點多吧？300 克含體重嗎？如果300克動用眼，不會是你昨天吃了300塊素食，你今天會覺得怎麼樣？哦，罪惡感。對啊，我感覺氣甲跟肉又變較大嘞。這個部分我無法理解，就發現來講，你吃到你做拄到內底事情那些會有負面嘅情緒。我係遇到吼絕衝嘅霸凌嘅事件吼，係你係嘴堵唔掉嘅，唔係講係實體嘅事件。唔係，我係講本應霸凌，嚇。唔係講係草莓族哦，係因為講吼職場霸凌哦係做冇法度解決嘅事情啊，壓力你總得找簽事情來挑選一下。不過霸凌是有最嚴重的哦。是從台灣嘅到政府嘅書節啦，你嘅學校係就是劍橋英檢系列的啦，記得我就考嘛個劍橋英檢師資，我係唔管啦哈，不過咧我係冇考到，我大概佩服嘅書節哦，我每次只要開學會發問嘅書節，他們就會講說，哎呦，沒考過師資的老師不能發問哦，你在這裡幹什麼？哎呦，我是覺得，哎呦，記得咚。手腕很強哦，動作呢係很上一直愛用走哦，我就覺得職場霸凌是因為吼，喊出去嘅眼睛係因為因為你細繞了這個套路，如果你不 care， 你早就拜拜。但是就是因為你細繞了個錢，才會低頭。哎呀，好啦，我冇考到。吳多明講錯咧，甚至因為有上陣都有那種情況時間，尤其係記得係跳看耳膜，就跳雞蛋裡頭。挑骨頭，結果我好像其他教學方面，講讓你，跟你冇之間是冇法度講話啊，所以就跳對呢方面來對你來講，該阿爺冇人去甲講。相信啊，一出搖台看喺上台上講嘅觀眾屏幕定係超係控制狂，但是講我讀到係冇看人冇談法冇本係控制到我就會欠，我就會不狂。好彩你煮唔係牙嘅不看人，我愛可能2年我就要選擇跟你斷絕關係。斷絕親子關係，我唔錯唔該。評論講唔係不看人家是很多，我就想講，你做乜冇好好照顧自家咯？我就會動氣咁樣。唔過我係希望好好照顧佢哋，記啊對我一天我躺埋發咁做的，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就係，假使講本不看人否定。或者是自我否定，我將所謂吃到吼，我已經做為動到誒，唔過我自家還會吃到做為唔拉好。所以講冇得到不看人嘅傾聽，因為吃到係唔係自家做唔拉。係，我就會心度咩會冇爽快。因為你像講配上個像朋友啊，本人傾聽，話唔當不看人，本人啥讚。真嘅，你要讚是不是？懂讚啊！懂讚啊！不一定要懂讚。之前呢？好咧，甲背景咱飼到拄到內底有事情嘅時候，會直接會飼到即個有當到嘅負面嘅情緒咧。比如講，我對伊啲事情啊，冇是係因，還有伊啲期待，冇是係希望。可是個期待希望係攞自家心肝度嘅標準係差強度咧，我是會有唔好嘅情緒走出來。韓國時我知道我當中日本碰損感染影響，係碰損感染要講一啲啲問嘅話啊，我聽到我咪會心情唔好，係。你就講碰損有都有人接上會有講到呢種很多閒言細語，就垃雜講閒話。你會走心，所以讓子語孔融啊，會好容易講講，拍啥講嘛嘅係咩排擠我還是什麼？係啊，會不會太那個
我就很敏感，我讲讲係咪係我嘅表現下唔好，係很用辦嘅，就造成非常人嘅麻煩，真咯。不過像你跟我關係來做自家，像我就是這樣啊。差不多其實其實嘅馬里架，結果你老都係馬自家。哦，沒有可能。係啊，有時候要聽清楚。可能他們都會罵其他的。嘿，我還沒吃到。誰罵嘅事情？我還沒起來啊，所以就相信我們就是把日幾個一共灌開機。哦。因為我們只沒有聽到那個關鍵是 keyword 是離架，然後就聽到，哎呦，那是安教授哦，做什麼負責任哦，哎呦，做誰做半桶水吧，哎呦，很壞哦。但係我按表現係100分，大年頭吧，你係同你痴心嘅一樣嘅。你冇講離架，講離馬嘅架。OK，你媽嘅架，你架，OK。解釋啱啲係嘛？唔過啦，唔過真見啊，就講觀眾朋友們想下，這個做那條事情，遇到那條事情嘅時間會出現那條負面嘅情緒，韓國你出現負面嘅情緒嘅時間會出現那條嘅行為咧。等下再嚟繼續嚟睇下，向下來分享了。冇，我這種係卡呀。很甜嗎？你是都喝無糖綠？你才無糖綠啦。給下個 IG 的買意思。小心啊！不是，因為小心他就會心情唔好，不受咧吼，他自己心情唔好就做得小心啊，做得同你。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加上一段節目在問大家講，遇到那條事情嘅時候會出現負面嘅情緒。不過呢一段先問大家，先請大家為自己打分數，即係講唔知家嘅 EQ 有幾多分，有幾分咧？請係呢觀眾朋友們對自己來想下，自己面對呢種情緒嘅狀況嘅時候，人嘅 EQ 有可唔有到底有幾分呢？有幾分？嚟看一下，應該是都很差唔多呢。先請阿志怡7分算熬蠻高呢，其他人先不用下 ，OK。來講下，做埋本這個7分。我感覺7分對人係嘟好嘅，因為那係嘟到問題嘅時候，睇翻我係有情緒來嘅時候，我做嘅檢測，我就會將我嘅情緒壓下來，我唔會直接傾下來啫。係傾下來，我唔會直接攞佢打開來。故所以是潘朵拉的盒子嗎？傾下來，唔講那喺私底下，我攞我嘅朋友啊，私底下講話嘅時候，我就會把我嘅情緒打開來，就讓我嘅朋友好好來講。因為有啲時候自己嘟到問題嘅時候，那係我感覺。聰明有就會講嘅，係你對方冇按對我冇按友善嘅法，我就會用非常禮貌嘅來帶過去。當下我就會唔會將我嘅情緒表現出來。唔過呢，私底下其實我就有表啲情感中，我就會堅強堅美，就會堅非常嘅艱苦，會非常不準係。冇唔錯嘅，呢個7分啊，我知道很做得，勉強做得，幾8分係即係發啊！你會發耶！當然冇存錢係冇存提錢係冇。存提錢。你係好愛錢啊！冇啦，我大家都講嗬，啊，原來我 EQ 很做得天天啊，唔過我老大家講實在話，我嘅 EQ 真係非常嘅高，上到電影下，又有氣質，又有耐心，又係有保養嘅強壯先生。我真唔聽懵都唔地欠吧？錯冇。其實啦，那個環境講一下啦，而家到你一個社會嘅範圍嘅地位度係環境要讓人着想啦，因為要白哦，當歐巴哦，因為大白嘅流量結束嘅時節，你強下會錯火車轉起嘛，吼。做到火車黨北其實會讓人打咗一股啊，他就講說有日白吼，機器流嘛嘅流量啊，主區嘅時節啦吼，本人欺負到當菜果哦，結果咧。佢喊老皮沙上哦，可能係因為佢都預算拿啦，吼，我就想說，你已經被人家捏到死了，想說，別人會不會捏得太用力？會不會手痛？真見，阿爸強唔過我都唔記得，我都唔記得一件事情咧。唔過你真見，這幾時間你係主持嘅益智，算是益智遊戲節目出醜嘅啦。都唔得講出來。係主持嘅益智節目遊戲啦，吼。唔過講到也嘅主持吼，真見幾條架吼，我一上癮聽，最愛係13年來用啲，我唔知佢看到哪邊。你係做奇葩
啊，嘿，迄种多事情呢，因为 Andy 嘅时节迄个俺迄老爷 partner 伊妹妹强下来主持，妹妹啊，全年的啦，唔會啦，唔好啦，一會啦。个 say 阿妹也强下来主持啊，學生誒，嘿，一个是阿妹主持，嗰時間呢，我做同多事情，天呢，我照顧阿 partner 先阿妹，照顧冇相關，我知道我應該去做嘅。不過呢，我知道有場時你主持，用上人主持嘅時間，你就會強下來討論啊。互相嘿，你冇攞嚟討論，你喊老人講啊，我當冇閒啊，冇時間攞人討論啊。因為按樣吼，佢條架就會罵我，因為我開太嘛吼，我就知道都冇公平。佢天呢，我還會做企劃，我就講，你怎麼該做企劃呢？佢就講。啊，你就主持就要按用啊，去家来上啊，按用怎会吃面啊？你點冇？佢便宜啦，批發係啷埋嘅錢呢？嗰時間我就想講，哦，可能係嘢好攝啦，吼。佢天三呢，還會做乜嘅呢？嗰時間，你係主持嘅遊戲嘅益智節目嘛？後面呢，我半年後將拿到錢，半年後哦，拿到錢嘅時間，我想講奇怪。2萬我少2000嘅元呢，2000嘅元我想講奇怪，因為咩少呢？喺我做唔出乜嘅事情冇，我就問佢，奇怪，怎麼會少2000塊？佢就講啊冇啦，你幾時間吼，那個遊戲嘅競賽的時候吼，你到全部嘅聲音嘅都答對。應該係本上面抽啊，因為你經費不夠啊，當然我扣你嘅錢啊。你咪係專業嘅職業。係，就上我嘅經，唔過我嗰時就知道。做乜嘅幾時唔講呢？會錢的才說呢。天錯應該愛講。嘿，唔過我還想講，算係啦，有錢就好，高氣就好呀，成花貴歡喜就好。你看，嘅阿燕真二樓嘅阿家要上場。我出來啲鄉里嘅係咪就會按你啊？我覺得有些人你咪本即個切款誒，按咗。你地下嘅下個 IG 嘅買意思。小心，不是，因為俺小心，他就會心情唔好。鼓手咧，吼，他自己心情唔好，就做得小心眼，做得可能嚟更新啦，好啦，唔講我同你講運用，就是講，我即係講我唔愛啲動下來欠，就說我有一些心情唔好，唔講我就講，假使我一下欠咧，對方就會下面子，就是我懂唔好，嗰種我就遠到安補條嘅時節咧，吼，水木金錢咧才會小宇宙到大爆發，誒，就第一個命衝地波要叫啊！唔過因為我嘅基礎唔好，故所放起來過後，我要填標題咧，係佢不會有那種隔夜仇啦。啊，唔過我中型吼，無像你家安尼算數吼算唔錯，我叫本次甲7分。係啊，中型較甜一些咧。中型較甜，也較甜。嗯冇，我知道我係較甜。很甜嗎？你是不是都喝無糖綠？你才無糖綠啦。阿燕妹唔會即刻叫分。來。等下，你係霸總啦。你衛生紙，衛生紙不應，你選紅嘅兩片，讓佢出體去。你根本應該是3分啊，永遠不能再5你嘅意分。思係代表佢當接上本應上霸總。我真係冇按才過，我本來切下出5分吼，中間值，因為我係嘟好就好誒，冇貪心啦。因為我知道吼，我即個冇按有資費去處理事情，我嘅講法嘅藝術吼冇。你咩點即刻冇？我接送識佢啊，因為我接送嘅相反係錯嘅，唔過我接送係詞不達意。我當朝係事後吼印象，切個印象就印愛就發現就相動相惜，就日本切個吼也是在夜深人靜中，唔過我叫字我要欠，還要欠切個。咁我講正經啦，因為你上次如果用負面嘅情緒嘅時節，負面情緒熱卡起來嘅時節，本情緒肯定這位時節，大家會要出現嚟都有機會啊驗證。哦，我知道講吼，冇乜嘅事情係實冇辦法嚟解決嘅。係講100唔拉，佢就是200。係講200唔拉，佢就是300。佢就是300唔拉，跟住就風水師啦，我記得有100係捱出太好嘅事情，嗰兩時線上做了一件都冇公平嘅事情，係當欠咯，我係當下冇叫，咩冇欠出來，我就行落政府卡嘅時節，就買當到好食嘅東西。哎呦，我豆腐卡嘅時節，下就想講，
用来抢赢下嘿，那个去多少来，行喺我中原普渡，来买乜嘅破嘅东西，买咧凉台，哈又有乜嘅粗体，有fru有糖，有饮料，还有有壁炉，唔但唱安尼哦，还有地道讲，我说到抢菜较空间，还有买了一盘抢菜，唔但唱有抢菜咧，又搭起条什么优酪乳啦，吼，按到东西很凶，快睇咧，我用嘅塞啦，塞就塞唔提啊，吼，结果咧塞太过后又降太口，心情点都又唔好。嗰種嘅呀哈，請到一個後風飯吼，不藏私，分享給大家。即係我會打電話幫我朋友，叫做較信任嘅朋友，就會同佢哋講我發生乜嘅事情。唔過話大家唔是笑哦，我動到朋友就動好接到我嘅天花，尤其係一種抱怨嘅天花，我會啲地盤吼又抱怨又詛咒，很像那個8點檔一樣。如果我抱怨嘅事情，我會唱作劇講，我就講你點麼？點麼硬咪講係乜嘅麼？成本要買起死啦！我就 Andy 講，我第一個起死啦，用嚟啦。阿妹又講，英姐啊，你要買起死哦！我就按你唱作俱佳，我啲朋友哦吼，接到我天花，可能按你見到我死啊，佢哋燒到肚絲痛啊！不過一開始佢講到佢心情唔好嘅時陣，會食當做垃圾嘅東西，當做垃圾嘅東西。不過咧，見嘅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嘅大學用研究係講，你吼心情唔好，食當做垃圾嘅東西過後，顛倒我們心情物質嘅紀律係食一般東西嘅2.36倍嘅白欠過年嘅。雖然吼大家看來就係嗰種那種 dramatic， 種戲劇化嗰種嘢，唔像嘅印證強弱。drama queen 啦，drama queen。其實係 king。特別拄到真是真正吼，會把啊那個需要很好內化啦，比較裡面性灌毒嗰種。比較裡面，他們是比較外面嘛。真正啊！你剛剛看到他都走到台北車站了。吼，有一班吼，愛到六人嘅時節吼，咪係主持嘅時節的吼。唔解講主持係唔係了只節目吼，拍個節目啦。我哪有嘅節目啊？我猜這個就對了。我動作節目咧。然後原來係高帶用題。有拄到嘛個霸凌嘅事件咧。哎呀！誰敢霸凌你？因為佢係集體霸凌哦。結果我那個我繼續主持落去啊。所以咧，到這個卡嘅時節哦，我是結結行起個偏數，我偏數嘅地步都一直落去哦，我是開始叫，誰來叫出來哦？韓國我緊叫哦，緊看到個強嗰個地步都個切架，我就老幾講，白強你真正愛加油。你係做得過氣嘅，你總得幫你打飯廳，我加油，你有健康，因為你係中白強。我現在睇嚟就衝起上一套 logo 什麼？祝你生日快樂！冇安排嘢唔知啦。我白強已經當在講，因為我啲喺台仔度啲嘅當3萬當然真嘅嘢嘛。不過有上次有當然誒拄到咧負面先至會有當唔好嘅表現，像呢家還有嘅天初有係冇？呢家先嚟講。係，像我知道一個前些表現，係一塊人老馬啥相處，像比方講，接上到自己相處啊，一個前些做當好啊，慢慢嘅相愛發現嘅那樣點嘛。不過有上次到八強哦，就是哎呦，動槍乖就差一絲嘅啦，差一絲嘅冇講乜嘅啦，跟住要認真冇識東西嘅話，動槍又會變到動拳哦。你哪有我唱作俱佳呢？不是我知道你真嘅要站先買啲清新哦，係讓你老馬啥叫他的相處，你知道脾氣好一點相處嘅話，你嘅脾氣自然就會好咧。就我調擺嘅時間吼，我就老呀脾氣較唔好嘅前唔到幾度已經嘅男朋友吼，強下哇，即前一男朋友嘅脾氣真嘅係懂暴躁到不行啊，韓國就懂愛控制愛啲嘛。故說話我幾時間啊，老幾接上嘅嚴格。就跌數據啊，然後係做動作唔好嘅事情啊，韓國幾時間因為按用嘅接上跌數據，我就買個數據報響，懂貨喎，真係懂貨喎嗬。先生，我問，所以講你個會跌手機嘅人，拄到呢種負面情緒會跌手機嘅人，係咪冇正常？一般健康嘅人、個性穩定、情緒穩定嘅人唔會做呢樣事情，要麼一般般。因為他懂問題吧？那講常常做呢樣。暴飲暴食拿東西嚟跌，萬個人咧數據喺度跳得起。而家講傷害人啊！傷害人，傷害自家，口頭那冇，
常常安用做是某件手，按照情绪障碍，如果你天生唱作俱佳这样，不算吧？高薪啦，对即係啲人可能迄得憂鬱症，一啲躁鬱症嘅情緒管理唔好，所以你下算一種破片，我欣賞看啦。等下親愛結束，全部去主文就做對。那個觀眾朋友們想下，你遇到了到負面情緒的時候，都出現了到行為無正確嘅負面的行為的時候，用解釋咧，過後我要自覺來檢討，用會出現了到行為無。等下再來繼續留睇下，向下來分享了。青島就係吼，人即個跳那無啊！人即個跳那無，伊知影跳跳那無，看到買輸咧跳那無，動爽爽，有一種爽快感覺。我冇上海騙人啊，我喺上海設假。阿爺冇嘅跳那無無法做錯件，變來變去，講條都錯啦，無法都做錯而件家跳那無界啦。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態上個節目現場啊！上一團有問大家講，即係遇到情緒唔好嘅時節，比如那對負面，也講自己會出現那對行為，像係嘅疊數機啊，太靈太闊啊，太靈太闊啊，突然間安嗰個事情，不過咧，家咗個講到呢一種東西嗬，先生啦老太講，可能係情緒障礙，即係情緒障礙需要來本先生看，大家已經預約好了嗎？中文通識嘛？有。等一下那個預約單我要看哦，要通過之後我們結束才可以走。好，這樣走對。好，不過你下次問題再講，你都要做出兩條行為過後，你自己嘅感受係究竟有被解放了嗎？還是覺得哇越來越我這看到體重計怎麼辦？冇，我知道講，其實係有結嘅，我心情受理嘅問題，因為買嚟當多嘅東西啊，係忙失之前，明到我肚適當方嘅用，我就會想講，阿妹愛，一下唔係是咧想心情唔好，應該想用辦減皮咧，明到用，我就會心情就會結咧，嗱之後忘消忘記唔可以忘來嗬，應該唔可以心情受理嘅問題啦，明一下我心情就好咧。唔係，佢係窗頭加朋友心情唔好，故說很那個乜嘅外送，很即太欠蛋貴州，不過他就只吃2口，該出呢用嗰隻扁體凍大送，王小鳳，老幾撥車去，所以嘅王小鳳嘅東西，你下8張嘢嚟，就會安用起。希望唔錯。咁回去呢？去到你個負面情緒來嘅做出動作嘅行為嘅時節，過後你自己嘅感受係乜嘅？我自己嘅感受可能係我知道係，比如講生活嘅壓力狀態冇適當的舒壓，冇是情緒冇出口，從開始會叫啊，叫凍叫哦，凍叫，喊叫會停，可是一下又叫。叫到真是凍甜冇力咧，就會慢慢好。就慢慢啊，點開始。就會慢慢好，係。我本人，我個人係非常認同嘅，嗰下父親嘅講解。譬如講，我嗰下唔係要講我六人嘅書是本人欺負嘛，我是跳戲跳手跳叫出來嘛。我認為哦，嗰對蛇來講哦，嗰目的係最尾一步。嗰到嗰之前哦，大家已經係看唔出來嘅。譬如講我特別咁樣歡喜啊，咁講我心情唔好嘅時候，我知道。叫出來之後吼，你裝作底下點錢，跟裝作底下理性吼，對自己來喊話，精神喊話啦。像今日先係叫退之後，我喊外佬，我自己目睭出退之後，喊我出去哎呦，太剛好，這樣哎呦，動作冇事情強咧。係啦，加油！你看到你仲把咁樣請動場漏電動，因為撥票冇，因為本身上款冇，有人係2號啊。跟印象1號你講先來看。那是1號，不是啦，冇人愛吃到吼，一種嘅行為就會一種發泄嘅一種情緒，比如講搭司機啊，歇斯底里以後啦，其實嗰時間。
其實就會情緒嘅出發聽聽，但是真呢，還係情冇出口啦，還會知道啊自己很迷茫的感覺。唔過呢，我知道按用嘅行為咩唔會快哦，因為按用就會發泄聽聽，因為我自己有冇乜嘅詞語啊、標貨啊，嗰時候我算係很做對吧？冇詞語、冇標貨，算係好事情麼？你純單是冇應該愛做嘅事情嗎？你講這東西很卡。是這樣嗎？要係塑膠姐妹花，該係歐巴雙人組，歐巴姊妹一起到。我認同，像吼我一出後吼就係，我就係即家空到浴堂餃子，叫洗身水嘛，青島就係吼綁即家跳拿模啊，我綁即家跳拿模，一仔啊 Q 跳拿模，看到我輸咧跳拿模。動爽爽，有一種爽快感覺。我冇送開拼人啊，我係送開切架。你有中的，我取消給你改1號，你是0.1號。VIP，你不是一個禮拜去一次。哎呦，神啊！我老實講，一般吼，你100款100，你可能是每天都要去報到。你按嚴重哦。難怪家嘅法總是讓人講，阿爺妹嘅條男冇法做錯嘅，見佢講條都衰啦，冇法都做錯嘅。條男冇戒啊！你那假髮拿下來給我看。哎呀，冇啦，真的啦，要改善的，要較好的。阿志人知道這個，做出來條行為就會有這個檢討，也講有改善嘅。係，我感覺其實主要呢，我先將自家嘅情緒平冷靜下來，主要嘅係冇去傷害到配上人。其實家下談睇阿爺妹，我感覺咩傷害切下下好啦，冇傷害切㗎。韓國呢有啲嘅青島嘅方法，比如講像應陣啊，就是老朋友講啊，那係。排泄老朋友講嘅，做係自家慢慢消化體。如果那係我會用嘅方式，咩係老百強用，就係做個現場，我冇辦法壓抑下來嘅時間，我就會離開現場，自家去順風，係去摸杯，冇錯。皮夾下米頭。我懂有，我也是，我出來過後心情就會較好嘞。我講真嘅，離開現場真的是我們動因為上工為所做嘅事情，就因為。當下你就覺得，我一定會把他怎麼樣了，對不對？再下去，我可能他祖宗18代應該是傳出來的。因為你現場你要壓抑自家嘅情緒，你這樣子較為崩潰，從炸開開就有。我非常自家非常嘅才高，就從個百強，你應該係有按樣嘅想法。控制咯，要好好自家嘅控制啊。給阿爺妹喏。我吃到就係冷清，花冇去講體嘅。唔過唔少冇法度啊，你完全又冇冷清，講法又講按夾，一下就出在。我希望這樣勉勵自家，因為上司吼明明就同自家講，哦，你係計劃講出來絕對快態咧，如果唔係冇聲音就會脫口而出。我說唔假是啲吼，自家講冇好法。仲出冇喺講法，因為總比講出來難聽嘅法很較好。帶罪也沒去，帶罪也沒去，還係交代點起來。等下帶罪係講出法係冇。哦，因為帶罪就會講到男士講法咧。嘴型啊，我看唔到嘴型，給你係咪人講嘅啦？超難睇，就幾講嘅啊，幾講嘅。我言講嘅，幾講言論。我知道你哋愛看呢，唔單止係精神科，還有個耳科，還有個眼科。可能等下終於買個口罩來看，你個阿輝傾呢？你知道咧？對你來講，對我來講，可能是情緒都該比較高漲嘅時間，唔會講唔好談嘅，唔會嘅人可能 EQ 好高。哦，係，所以我是都未係生氣嘅時間，唔好青菜亂講喎，因為該在當下講出來嘅話是像頭先阿爺唔會講嘅恐容，就是會很容易傷害別人。最近我就看過一條線上讓人講吼。博雅嘅需要最容易做出比較後悔嘅事情。冇錯，因為你從頭其實這句話真的是好幾集都在用。上草冇好言，上大冇好見。自己就做出動作比較會後悔嘅事情。高 EQ 你可以發言嗎？我喺同大家講啦，跟他分享案道咧，其實吼金玉良言只有一句，一個重點同佢記下來，心情小啲嘅時節，離開嘅電商網購，
真的一定要离开，懂你拿心情唔好就可以是买东西啊，买，哈张眼你就迪士尼啊，心情唔好呀，数到信用卡嘅总单，真是心情唔好啦。分单只有5000块，下礼拜下个月出的，你怎么改加人？不过拿到东西嘅时候又非常的爽快哦。你看那都动这些动条蒙球，结果下张眼那都总蛋的时间，你真叫袂压到。溜球啦。不过讲真，今日苗方面要当到的因来教大家讲，用办去面对安尼情绪。不过会问安尼先生讲，问先生就讲，EQ 跟安尼个情绪，跟安尼个遗传、遗传咁有关系。有咯，那 EQ 按照情绪管理，然后按尼个性、天生、伤想啊，伤想啊，所以一般来是父母亲的遗传。跟阿爷妹冇冇機會哦。冇，另外一般呢，環境改造。環境父母親也係人時裝，也係人影響唔親太嘅人。你影響唔親太嘅人，有好人，有壞人。好人這本好嘅 EQ， 係嘛？所以我有好嘅教練，好嘅貴人，安尼 EQ 這麼好。我貴人就會欣賞我啦。你阿媽喺呢個貴人啊，讀到一個好欣賞，改變人嘅想法，調整人嘅想法就好啦。冇唔錯，我知道先生講真嘅貴人來，係要叫哦。不過苗栗好嘛有真多嘅心理諮商，所以嘛，跟大家來分享，所以講，假使你讀到咧心情情緒冇問題嘅時候，第一個係嘛個，你要先講即係調而去發現自己嘅情緒。你要故意察覺，你才會發現說，其實是現在你下的情緒係唔巧是負面情緒，因為寫下來那個具體的目標，你說，你是我可以控制的嗎？我做得控制，我在控制，我做唔得控制，我就要盡量避免這個環境，係唔係？第三個係嘛？因為不是證明，只要健康的溝通。溝通什麼？溝通怎樣講？愛有來你有去，但是愛從安尼上一視頻啊有講過，溝通父親子溝通，假使係廿二自家講嘅算，那就是不是溝通，那叫做命令。所以這3個方法嘛，提供本台之告，我們一起邁向更美好的地方，好唔好？咁再想下，觀眾朋友想一下自己拄到咧負面嘅情緒嘅時節運用格殺來做海豚節目，等下轉咧繼續拉大家共下來分享了。你喺啲圖書館講法，抽就按鈕就好咧，就按你講法。嘅觀眾朋友躺唔到，咩做得？你自己躺就好。哎呀，按你講法嘅幫咪就做唔得。咩，其實係好嚟講，真實仔年先呀，動葱腰。而唔係大年生年係太馬上改。上改動喺嗰種係改變咧，譬如講一件事情吼，假使講上改動太，你情緒很激昂，唔講冇欠。聽人嘅逆講讀度吼，唔就會欠。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態上講嘅節目現場，加入大家分享按到自家嘅行為，亦講自家做嘅啲都行為之後，自家有後悔冇，亦講自家有乜嘅感受。唔過正經本體人來講下，知道啲傾家下，亦講正經要發出好來講法嘛，阿英子。只有講當然係較困難嘅啦，因為有心情咧，唔講有想過嘛。而家心情唔好，講出唔好聽嘅話問對方，佢對方心情唔好咧，電到咪會還本啦。嗰種我所以一定要訓練一下。你係咪個一報還一報嘛？哎呦，兩報何時了啊？吼！嗰種我只有講大家要維持一個好嘅感覺，你嘅想唔錯嘅人啊，吼，就當從事一個情緒感覺會好，做任何事情都會好。三個順範。嘿，冇唔錯，古上我就會講，啊，總顧見可以看起來動言到動斯文呢，古上我會講。你很會做的。什麼你按自身，你見會看裡面有180，按照到180部分。真的。咖喱咖喱，你知道對於人來講嘅，現在世界。不愛的世界，咁真係要發出好好嘅講法。我知道上癮的太勢動重要，像我去下上癮就上蓋太超有力量係嘛？上蓋太超樣，等下抽頭嚟講一下，像我上癮動態嘛，佢係上癮較細嘅人吼，當衝動驚腦愛嚴格啲嘛，因為真係上癮較大嘅人吼，就會知道
严格嘅时间不一样哦。古时候呢，应用班呢就会讲呢，因啲欠嘅时间吼，声音较细条嘅，细细嘅讲法。我讲嘛嘅呢，就轻轻的讲，按用讲起来呢，其实情绪会较好。你喺圖書館講法，嘿，錯，就按用就好咧。就按你講法。錯。嘅觀眾朋友聽唔到。咩做得？你去甲糖就好。哎呀，按你講法，嘅北美就做唔得。咩，其實係好嚟講，真實講。係認同加一啦，我補充一下，嘅大年新年動葱腰。而唔係大年新年，係太馬上改。上季同喺嗰時候係改變咧，譬如講一件事情吼，假使講上季同太，你情緒很激昂，唔講冇欠。啊，同啲偏人嘅義工地度吼，唔就係欠。我同我學習一件事情，韓國假使講真係當欠吼，唔要做到吼，馬年唔可以講廖小花，廖小花、歐洲花、馬洲花。不過馬年冇講廖小花，佢強用去馬年啊。哎要改善自己涵養嘅啦。細細上嘅馬就好。哦，你嘅人真見係正，男嘅都冇按聽，因為注重18歲就冇記按聽。好，唔過啦，正經家要講到拄到咧心情唔好嘅時間，當然啦，負面嘅情緒要嚟佢排解，冇嘅極多嘅情感度，難嘅幫佢自己就唔掂。問下，睇下平常時用辦法來排解自己嘅負面情緒啊之餘。他們會排解自己負面情緒，就會喝酒。等一下，我要請導播，我們的製作人，你要表一下，18歲以下做唔得喝酒，試茶莫喝酒，喝酒莫試茶。我見細紅係處喺非常安全嘅地方喝酒哦。個喝酒真嘅係同好呀，太下都請好喝酒錯冇啊？全部都是假的，這個天氣氣個天氣。因為唔但唱做嘅喝酒係其中一種方法，他們會老朋友講啊，還有老青島嘅人啊，就處喺抱怨嘛。再講係會攬點點。點點應該不卡叫啊，哦，我講呢大家會說攬點點，馬上念點點。下點點。你這個就點點啊，你就點點。就會我個叫為按到點點，因為點點就會非常的帶影響嘛。佢大把我就會老佢講啊，我叫你要發生乜嘅事情啊，你啊用乜嘅，我就會老佢講法。你要考慮個假心情嘛？佢非常的歡喜，我除咗老佢講嘅，佢會敬死我。佢講，要來咧，我硬要做事咧。冇，因為其實他們硬攬點嘅時間，就會感覺哦，真嘅有人需要我，有人愛我，係。金平英，係我嘅生日。冇唔錯，不過佢係對男叫啊，還有啉酒來排解自己嘅負面情緒，不缺你係做哪道事情。佢我會用嘅方法咯係對劇。追劇，因為你做在戲到另外一個世界吼。係冇唔錯，因為到咧戲劇嘅世界地圖比較看天然啊，對那個連續劇嘅世界，你完全的心情只有在那主角裡面。真嘅，去到另外一個世界，走在排解你自己嘅這個情緒啦。韓國咯，那了後也加碼一個另外一個方法咯。唔係啦，那 birthday 基本事體啦吼，你 birthday 係加吊啦吼。你個方法咯，當好用哦，就會搏平。生病可以，而且不偏，係啊，今年係血栓堵到咧啊哈！我才發現健康真的第一，其他人事情冇擾緊了，真的身體第一，醫生對不對？因為我大家共下來搏平啦，假使你係要搏平以後，你整個心情啊，價值觀會冇強用，會改變。係啊，其實鬧我真鬧機咧，真嘅。我想嘅白欠意思咩講，欠大家去搏平，即係講你真正搏平嘅時間，你才會覺得說其他事情其實冇安全。係盡寫自己嘅生命，自己嘅生命、自己嘅身體、自己嘅空間，將係體熱，係冇嘅恢復呢。我知道大家嘅方法都當好，我兩下我係訓練自己，把自己的內心練得強壯一點。和大家都啲我最好做嘅事情，上一集有講過，是我係浪情嘅時間，我是會去時差。你開門開到又聽那麼，我愛時差。因為時差嘅時間，你是會動，我唔會是酒長去時差咯，就是我不會喝酒才去開車。因為時差嘅時間，你就要很專心，看頭前，它一路風景有冇空用，是可以改變心境。
所以我一道时差未做得对我来讲啦。其实睇这重点是老自己注意，转到其他的素材，变过其他的素材，你就不会一直掉到这个负面情绪当中嘛，係咪？佢滿先生，就睇家下太太提供咧嘅方法以外，還有其他朴素是得安尼排解咧到嘅負面情緒嘛。哦，太太講動多吼，第一個因為調整安尼想法無共樣，心情就無共樣，改變想法。第二點，轉移注意力，像追劇嘛係嘛吼。第三點，親人講話。太前提係嗰個人很講話，又唔好批評，叫我們做啲寵物療法，係嘛？哦，第四點呢，尋快樂嘅事情，去唱歌、去跳舞、去做乜嘅，是就做唔得，是就唔係好嘅事情。哦，咁認真唱歌也是死唔得，你唱歌。客家世界悠悠。好，點有，淘汰，謝謝。喺長期來講，要寫日記，要寫日記做得本人較平靜，去反省嗰條以前本人心情唔好嘅事情。先好練習寫那個感恩日記，今日有乜個好事情，有乜個好嘅人，本來真感動，我感謝佢。啊，用練習20年以後，你個人會較正面思考，所以正面嘅思考嘛會本人較唔會有挫嗰款嘅負面情緒，較有挫折忍受力。哦，再再來呢，唔好對自己要求按高啦。哦，你像70分的實力，你特別要求自己做到90分、100分，你一天難輸，係嘛？哦，再再對披薩嘛，唔好期望太高。你說按樣天，你一天都要求按樣，你一天心情唔好，係嘛？哦，所以對一條冇辦法改變嘅事情，要接受佢，你又唔好心情唔好。啱啱去改變佢，你心情就會本自己過唔去，係嘛？再再嚟講，要有信仰，哦，有信仰嘅人心較安，哦，可以喜樂，將來係基督徒，當一當平安喜樂，歡迎你到來。阿門。點係個信仰。冇聽錯，其實這個也不一定說一聽出來天天線上要去信基督教，不過你假使有自己嘅信仰，自己嘅宗教嘅信仰，你當然就對定自己嘅信仰，有自己做得本身嘅信好題材細節嘛做得，因為這是一種宗教信仰，總是一種撫慰人心一種方式。比如講，那信仰是傳錢啦，咪做得啦。是賺錢教，對，這個是睡覺。點教。不過啦，基本吼，今日老太太分享安到面對那種情緒、那種負面情緒嘅事情，用半應該嘅，我們最常說的這種察覺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最後要放下它。所有嘅觀眾朋友，你要放下佢嗎？放下佢，讓做得本自己認識，很難創人哦。記得下禮拜強者事件，我哋繼續嚟收看呢個後生太上宮，要來推假歌，大家共上嚟聊聊，拜拜。跟